后来刷来看，这个中营航空纽西兰的机师为着病毒，佮传染给2个机师，甲一个本土个案，这影响的层面嘛继续咧扩大。中营航空和交通部重罚700万，指挥中心嘛拍算要来延长机组员居家检疫的时间。中营航空嘛对空服员来发出着内部的公告，讲禁止参加跨年活动。 暗会嘛禁止来出入着公共场所，甚至来制出着吹哨的制度，爱员工互相来检举，讲有讲例。这个中营航空的空服员讲，即摆因公司的气氛真歹，再加上这个吹哨人的制度，恐惊会来制造同事之间的对立。今年父亲节，中营航空才用欢乐的气体无人机迎接久违的人客，想要到地国内疫情较回了后，一个中营外籍技术所带来防疫破空阴影，造成本土确诊的个案佫出现。综合目前疫调的一个发现，可以最高的一个罚款就是100万元。 中营唔那好，交通部重罚100万，指挥中心嘛讲重话，考虑要延长机师甲空服人员的居家检疫期，甚至缩减航班。企业工会赶紧发出声明，强调讲减班已经造成人心惶惶，压力真大，嘛处罚到大部分无辜的基站员工。这件风波嘛受到中营内部下令，所有机组人员只要过去14天有任何飞行勤务，拢禁止参加跨年暗会活动，袂使去参加宴会、临喜酒吧、夜店等等公共场所。和机组人员上届无法度接受的是，中营哥提出互相监督的检举人制度，强调讲伫保护检举人的身份下，调查若确信会和这个检举人奖励。 在大家士气低落之下，其实不应该再要打击士气了。有很多人在问我们的主管说，那他平时还可以到小朋友的学校去接送小孩吗？等等，大家会开始有一点不知道那把尺要怎么拿捏，因为感觉我们的周遭是不是都变成会是去检举我们的人。 一个无防疫观念的外国技师，唔然好台湾的防疫破空，导弹所谓跨年计划，更加好中营内部气氛有够歹。